我希望大陆警方能跟我们合作，而不是阻碍我们的调查。这几位警官确实非常不合作，他们不给我们调资料，肖队长也是能躲就躲。既然是这样，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们自由办案的权利。陈先生，坐，慢慢说啊。办案自由度，你在我们这儿和我们是一样的。中国大陆的办案自由度，是建立在大陆的法律基础之上。那好，我们的人在办案当中，请你们不要插手。这是联合办案，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办得好，这毕竟是在大陆嘛。肖队长他们根本就没有重视江少威的凶杀案。江少威来到思明岛之后，他没什么动静。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，他并没有参加什么刑事案件的直接证据。怎么会呢？思明岛上这几天以来档案记载的刑事案件说明了什么？江少威还在思明岛上为非作歹，此人不归案，我没有办法离开本市。啊，对不起，陈先生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唐局，是我。江少威已经落网。什么？江少威刚刚被我抓住。好，小雷啊，干得好。应该的。嗯，那好，那我先把他带回刑警队。陈先生，江少威已经被捕归案。祥仔，祥仔，你怎么又旷课了？不是说好有什么事等六叔回来再说吗？六叔回不来了，我知道。祥仔，六叔说过了，只要祥仔乖乖上课，他就高兴了，就回来，知道吗？去吧。哎，祥仔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看一下。祥仔偷东西了吗？我没有偷东西。没偷东西，我看一下。要，这是六叔的。六叔的东西。好，我不要。走，祥仔，咱们上课去。走吧。走。熊叔，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子宽，哎，我这次来就是要解决江少威的事情。熊叔对于我们这一段的工作有何指教啊？哎，谢谢，我只喝马提尼。喝马提尼的人可是最慢性、最温文尔雅了。熊叔的意思？江少威的事情，解决的要快，要狠。哈，这个您放心。我从香港赶过来，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办得漂亮。好，子宽啊，这次完事之后啊，香港这事务会交一半给你们啊。熊叔这话太见外了，我们只不过是帮熊叔一个忙而已。哎呀，不仅仅是帮忙啊，子宽呐，要知道，明天不解决，你可就回不去了。
哎。